大家好，美食時間又到啦。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特別嘅甜品。由於而家咧佛手柑咧熟咗啦，咁我咧就摘咗兩蓋，放喺屋企入邊啦，整間屋都香噴噴嘅喎。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個好特別嘅甜品嚟嘅喎。呢個甜品叫做糖漬佛手柑燉雙皮奶，材料包括全脂鮮奶、雞蛋、砂糖同埋佛手柑。首先將佛手柑切成細碎粒，尺寸越細越好。然後等水滾之後，倒入佛手柑細粒煮約半分鐘。跟住將佛手柑粒用冷水沖洗，然後瀝乾備用。做糖漬佛手柑粒，首先將砂糖煮成糖漿，加入佛手柑碎，小火慢煮至半透明。做第一層奶皮，先將鮮奶煮滾，然後將熱奶倒入細碗，等表面自然結成一層薄奶皮。小心將攤凍嘅奶倒出嚟，奶皮留喺碗入邊。倒出嘅奶加入砂糖、蛋白、少量佛手柑糖漬細粒，然後攪勻，直到糖完全融化。用筲箕篩一次，去除奶入邊嘅泡沫。將調好嘅奶液慢慢倒返去碗裏邊，俾奶皮浮喺最上邊。最後將奶放入預先熱咗嘅蒸鍋，用小火蒸約12分鐘，熄火焗5分鐘。將雙皮奶略為攤凍，加啲糖漬佛手柑細粒，既好睇又好味。希望你鍾意。